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欢迎，哎，感谢希尔的降落，哎，希尔的观众，大家好那个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说早安啊，在这边讲早安应该是不会被列入计数的，所以，哈哈，然后其实我还在等希尔加进来，我们可能要等他一下。嗨，大家好，大家好。哦，好多人哦，好热闹！嗨，我要一个一个问好吗？好像做不到哎。你们好，初见安安，哎，好多初见的新朋友那我先打给他。哇，好紧张哦。Hello， 嗨，你好，我已经在直播喽。好久不见呢！天哪，好久没有开台了哟，好开心啊！真的。嗨，那个大家在这边可以尽量说早安，没关系。你们可以把那个刚刚忍耐很久的尽量讲。吐了，我知道吐了。你好啊，那个咕咕披萨玩起来是个怎么样的游戏啊？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它是疗愈系，然后不会让你感受到负担，会让你一直心情都维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这样子。你是认真觉得这个游戏不错，还是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啊，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很好玩的，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VTuber 都应该要来玩这个游戏，真的、真的，我可以送你啊，我不介意耶，真的。那我想一下，我介不介意？我不在乎我朋友介不介意，我只在乎我爽不爽而已。好啊，没关系啊，反正那个 VTuber 界礼貌就是这样子嘛，受这种礼物是不可能不玩的。没错，送这礼物肯定要玩。太棒了！我有加那个了，我有加了。应该是那个肉身还在传，可能要等一下。OK。关录音。有人说抱歉主播让我等很久，我是觉得还好，反正我就一边看你在对垂死挣扎。主播，抱歉。没事，这个不是您是我最尊敬的前辈，这个狗屁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要把频道密码给你我也可以。哦，你们真的很烦，每一个人看到我都一定要讲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太莫名其妙了。没有啊，就真的是那个你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哎，冷静，真的假的？对啊，我觉得能把自己弄不见蛮屌，没有？什么东西？没事。什么东西？没事，当我没说。哇！等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来那个吗？包一些黑料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没关系。其实我今天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就是我觉得真的假的？我都敢邀你了，我觉得你来想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把我中之的名字讲出来，我也认了，好不好？我根本不认识你啊，我想也是。在提起的靠背，等一下，那你帮我瞧一下画面好了。好啊，我想一下哦，我很少拉别人，我看一下。你很少拉别人哦？对，就其实有点忘记怎么做了。其实我现在很紧张啦，看不出来。我同阶从来没有这么多过，我现在快死了。没事啦，没事，这个你们把它想象成全部都是假人就好了。他们我都机器人啦。我应该我会了。好，会吗 ？OK 吗 ？OK， 我只是很紧张而已，没事。好，站这里可以吗？前辈这样站的还 OK 吗？可以。脚会不会酸？需不需要喝个？重叠是还好。重叠吗？好，还是我想一下。我不小心把我们粘在一起了，怎么办？好，那可以就这样就好。好烂哦。多习惯一下。你才刚画肉身没多久嘛？对啊，原来是这样子。好，对，才没多久就是有1个礼拜嘛，好像差不多1个礼拜。什么意思？来宾比我更清楚。因为我们那个希尔前辈是清楚系的担当，所以 bingo 答对喽。真的假的？好，我是清楚系担当啊。你知道我对清楚系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在我眼里，清楚系
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清楚知道我很可爱，这也是清楚系、啊。OK， 就我很了解我自己，我清楚知道我自己真诚可爱，每天上天要智慧大方，所以这样也算是清楚系。OK。呀、那我也是我也是蛮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蛮帅的，可以为所欲为。还是你觉得还好？太帅了吧，兄弟！哇，谢谢！没有啦，真的帅啦，真的帅啦！啊，真的吗？谢谢。真的帅，真的帅！整形成功。啊，请问你觉得？我看到观众在敷衍，所以我觉得很好笑。啊，你应该习惯了吧？对啊。那我们来问一些，我们算是第一次通话，对不对？啊，不算吧？不算吗？不是啊，因为我们之前开的会都是假的，还是那个不是？那个公开场合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对吧？公开场合是，啊，对，你应该想起了，对。对。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你们会觉得我们像谜语人，对，我们就是在谜语人，反正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啦，这样子。大家应该也习惯了吧 ？V 圈的谜语还不够多吗？对啊 ，V 圈的谜语还不够多吗？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看你要聊这么无聊的事哦。无聊吗？还是我以为你会来点劲爆的东西。你好紧，你真的好紧张啊！对啊，我感受到了，你好紧张哦。你是我尊敬的前辈，所以而且你知道，昨天我有 cover 你的歌，然后我翻车了2次。哪一首啊？双面人。那我下去听。不要！我现在马上，大家知道了吧？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呢？现在是听他唱歌的时间。等一下还要直接，你有办法直接录 back 出来吗？还是你要我放？还是我不能录 back 出来？还是你放给我们听？反正刚好我降落过来。我直接放吗？真的假的？好，我爬一下，等我一下。好，有人帮你上时间走站的。我怎么让你听得到？我有自己上时间轴。你可能要荧幕分享。对耶。我找一下啊！我只有标那个我只有标我自己觉得比较可以的 take， 所以我应该要看观众时间轴吗？没有，我直接给你听最后一个 take， 反正也没有说非常完美。没关系啦。我自己唱也唱不好。怎么可能？不可能。好，我看，老实说呢，是真的蛮紧张的。不要紧张啦，没什么好紧张的，就聊天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节目就是，你是我惹不起的那一种，有差。什么？就是平常的来宾，我比较怎么说？不行这样我直接得罪所有其他来宾。你想干嘛？我刚刚一度不知道我要做何反应。我现在是要说，对我就是很棒吗？可以啊。没有，我了不起乞丐啦，我就是了不起的乞丐啦。这样子讲就 OK 了。Relax。好，然后还要来抓给大家听一下。还是我直接开我的不行，这样。好，我直接开我的输出给大家听好了。可以啊。讲喝蛋，你那边应该也听得到。没太有效但好喝。我也听得到。现在精神状况呢是非常的好。完了，好啦。我觉得你可以大声一点。好像是哦。对，那好，不要讨了。我昨天也是很紧张啊。这是最后一个 take， 等一下我往前。好。那我吃个喉糖哦 ，sorry。没有，他以前就做了不少原创曲。奉劝大家不要疲劳驾驶。有人说叫我直接现场来，这也是蛮尴尬的。真的，对，奉劝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疲劳驾驶，不然你就会在听首歌听几次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记得起来。那有些旋律是易背，好像像自己定下。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来面对你们猜的时候。我最近有一个企划，基本有不少原创曲，但是为 VTuber 合作。对，在 cover 的时候，还让大家猜猜看我要 cover 谁的歌，蛮刺激的。我这样子，
这个杂谈宛若聊天，怎么一直杂谈？不是本来是聊天吗？度非常高，非常台湾 VTuber 原创。其实呢，我明天的 Now Call 啊，来了！刀子划破喉咙，能否改变声音？闹得笑着掩盖眼神里的震惊，盘旋在脑中不知几年，随口一提，说的轻巧，却留下烙印。当时发现早就哇，你有台语会靠好有趣哦！真假的 ？Take two， 你看我马上翻车，直接 Take two， 等下 Take three。靠呀，有吗？我没有听出来翻车。我也是很没有在害羞的直接大喊 Take two，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呢？不行，我现在真的是那叫什么完美主义作祟吗？就是这个 take 有明显的大失误，我就丑三吗？真的，懂啦，一定懂。再一次哈，那正常。好，我是真的很紧张。火蛇冷静。好，应该可以了。刀子划破喉咙，能否改变声音？闹得笑着掩盖眼神里的震惊，盘旋在脑中不知几年，随口一提，说的轻巧，却留下烙印。当时没有发现，早就有迹象，不经过包装，话语让人失望，感情太过抽象，理性凌驾感性之上。小学毕业纪念册合照只有一张，他们说这种个性容易吃亏。叮嘱被丢在深处吃灰，太过较真，太过焦躁，难明辨是非，证明不了自己，开始质疑自己是谁。这是场较量，我不想输，好胜不会有好下场。妈妈当时经常哭，浑身赤裸，面对情绪接不住。我听见讪笑，分不清是外头是深处，拳头保持力度，声音失去力度，何曾干过发挥的厚度去等一下后面是不是又重来啊？又重来了，对。没关系啊，就听这样差不多，大家其他有不行，再一次去频道听。你受够了，对不对？不是啦，不高兴要讲。那你这样没有知道这首歌版权吗？这首歌有版权你有上串流？不是，是它的 beat 的版权。你等我一下，我把它切回来，好，切回来，就是我发现，因为用这种台币去做的歌，很常有一个问题是，它版权会吃到别首歌的。确实，我吃了别首歌的，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申诉，因为没有找到对应的选项，所以如果觉得很困扰，我再处理。你就只要提出你有使用权就好，你只要下面打出我有使用权就 OK 了。这样就可以了。对，因为大部分的，因为它是会直接对应给那一个 B maker，B maker 看到他就知道。OK。我以为他是给那个用了那个币然后上串流的人。不是，他是给那个原版权的。应该两个都会有啦。老实说，应该两个都会有。好欸。你是吃到别的歌我吃到别的歌，对。是我倒还没有遇过吃别的歌。我昨天的 cover 还不止卡了你的，我还有卡其他的原创曲，然后一样的状况，就是我吃了不同的。完全没听过的很多首，两首歌。但也还好啦，只要不是你这支影片是有盈利的或是之类的黄标，其实还好。好像是，我现在也没有太担心啦，应该还好。应该是还好。怎么样啊？歌被别人 cover 的感觉？超怪。很怪吗？这感受上蛮微妙的，就当然开心是开心啦，但一部分的感受就是，有点不习惯，因为自己唱自己听多了，就很像我突然听到别首歌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某一首你很习惯的歌，突然是别人 cover 的版本这样。OK， 我觉得蛮不习惯的。我就比较没这种经验，因为我没什么原创曲。但是
我觉得你好高产哦。哦，必须得啦，我觉得是必须得。你背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压力在驱使你，是吗？也不算，因为我自己如果真的都说我是饶舌歌手的话，那一年要维持固定的产出，这样就是它的条件跟标准就变得不太一样。就像去年达成的目标就是想要有4首歌，有稍微有点超标，还不错。今年就是可能会有更多啦，希望是这样子。OK， 你也可以啊，你也要高产一点啊，就是要慢慢会越来越多吧，应该。毕竟大家的期待也是越来越高。OVC 稳定出产怎么样？我有看到你做 OVC 啊。感谢前辈的。怎样？我在叫前辈，他等一下把我挂断了，我感觉到了。对啊，你可不可以就是叫我的名字就好了？好，那希尔大大，就是我觉得直呼名字很怪，就是为什么？我小的不敢。屁！还是我现在开始完全没礼貌这样子。大家会喜欢看吗？是不是大家其实会喜欢看这种？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非常僭越的。僭越哦，僭越这个用词真的是很，我想一下，好激烈哦。就是大家喜欢看无理，确实暴徒这样子，我感觉到大家很想看的，但老实说，我是真的不看。他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啊，他本来就是你很像一个红豆大福。红豆大福，你是说切开来里面是红的吗？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我靠，不是啊！我有想说的是，就是你有料，你是扎实有料，但是你就很好捏，你很像你就是软软的这样。就是我好欺负嘛？我是没往那方面想，但是你可以这么说。我确实觉得我蛮好欺负的。你是蛮好欺负的啊，我们都蛮好欺负的啊。会当 VTuber 大概都，差不多都是电子小丑。真的呀，刚刚看到你那个非常美丽的鼻子，哎呀，已经仿佛同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对吧？你说咕咕披萨吗？就是我看到你后面直接带着鼻子在那边。哦，你说我小丑鼻子？没错，我很少把它拿出来，但今天真是太小丑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拿出来了。天哪！所以你刚刚说我有料，真的假的？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你有料？我本来就觉得你很有料，好不好？本来觉得，我本来就觉得啦。哦，本来觉得，我想说，本来觉得啊，现在还好这样。靠腰不是啊。我本来就觉得你很会，就是创作。老实说，真的假的？能用台语创作，有个门槛是吗？对，应该不是。我的犹豫点是，但你宝箱就是你还没有化形成人之前，你一直也在说台语吧？对啊，我是差不多到准备要变成人的时候才开始讲中文这样子。OK， 好啦，就是我一直觉得台语创作对你来说是一个武器，这样啊，对啊，而且你声音真的很好听啊！真的假的？昨天有一堆人在讲，然后我一直都对自己声音蛮就不会觉得好听这样子。没有，我觉得你声音很好听，你声音真的很像电台主持人啊！真的吗？我应该多开一点深夜电台这种东西，电大家。我们可是，我想一下哦，这个不能讲，但是谜语人时间。对，谜语人。我想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谜语人太谜语，我们有没有办法暗示什么？看一下，你不行，你现在同时观看人数超级多，讲错话我也救不了。对，我想一下哦，有什么可以不谜语的方式，又让大家知道你唱歌很好听，然后我非常欣赏啊？我想你可能说不定你想说的就是你在我变成宝箱之前就听过我唱歌是吗？不是，是更恐怖的，是
你如果我不欣赏你的话，那我干嘛要跑来这里？对，好，对。我感觉你蛮想讲的很明白的，那我就试着用我不会出事的方式讲出来好了，你觉得怎么样？我就看你，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跟大家分享的话，哇，好难哦。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就是2张白纸。我确实看起来蛮惨白的啦，对。OK， 行，好，我觉得你想说的就是，其实我想想怎么说，我其实也不太会讲，没有啊。那小心的，我觉得我还好，但是要看你。对，最危险的是我。对啊。不是啦，就是我们以前我知道了。好，你说啊，对，就照你这个就这样啊，对啊，对，就我们以前合作过这样子。对，我们以前是合作过的，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对，对，我们是合作过的，想不到吧？想不到，我们这认识一段时间的啦，这样。对啊，那时候连咖啡都不会喝呢。一定是因为就是欣赏对方的才华，才会一起想做歌吧？这很简单啊。感谢，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有点会有点不知道，因为就真的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我觉得被夸奖会有点不适应。可能创作者可能都可以体会吗？还是只有我？没，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体会，但我现在的状态有点跨过这个阶段，就是我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德不配位这个形容词放在这个成语放在这边好怪哦。懂。但是OK 好，但是反正大概如果2024我没有一直做歌的话，我估计也是还是一样会维持这个状态，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很菜这样。然后我是因为真的做了很多歌之后，然后不能讲很多啦，其实也没多少，就是2024年花一点时间做歌，然后慢慢发现，其实我真的很烂对，其实情况是相反的，就是发现我自己真的超烂，因为重新学习，用更认真的态度重新学习一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所以你不会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嘛，所以你就会觉得我好像稍微有点能力，但是我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就你会有点不上不下。然后一旦你开始更认真去学一个东西，你就会先进入一个有自信的时候，2024就是有可能稍微有点自信，然后再来到一个低谷可能就是我前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真的很烂，然后再来，因为你知道你很烂，所以你就会逐渐的去学更多东西，然后慢慢开始发现，其实烂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一定只会更好，除非你什么都不做。所以我觉得要跨越这个状态是，你要先认知到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好像有点，好像有道理，残酷。好像有看过，好像是有一个图嘛，就真的有一个曲线，然后就是对，你必须经过那些阶段。达克效应，对，没错，林丁想说的，就是从冒牌者症候群到达克效应，真的，我觉得就像他讲的。好，就我不是太问你好了，你会觉得，你是完全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吗？我觉得我觉得要看方面，某些方面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错，但是像对歌唱或者是声音这方面我是没什么自信。但我觉得我觉得我讲话，我觉得我乱讲话的那个效果还不错啊。然后我觉得我剪片也还行，我觉得要看方面啦。没，我说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单一意见吗？音乐创作上，就是单一。我现在觉得我就大便啊。OK。对，可能因为这是我想想多久啊？去年吗？去年开始比较想认真学那个，就真的编曲，然后自己去做
就是真的去做音乐，然后就发现啊，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对，没错，就是要这个效果。哎，要经过那个历程。我现在在真的不会的地方。啊，那也行啊，因为你再来就是会一直学东西，你就会很多东西了。顺利的话啦，不顺利的话就是我还真的都不学这样子。不行，不能不学啊！没错，这个最忌讳就是不学。好，我想想啊，好想讲谜语，但还是算了。哈？啥？你想讲谜语笑话？哦，谜语笑话吗？我想想啊，我最近都没有准备笑话虽然我平常很喜欢讲一些超烂的笑话啦。啊，不用啊，我只是就是随口提一下，你可以看你想讲那个叫什么？随口一提。啊靠北，不要再唱我歌。好，对不起。好，我想想啊，因为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没有稿，所以没错。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对，我正想问阿爸，你最近谁先讲？我先讲吗？好，你先讲。好，我最近最近还蛮不错的就是有幸能请到我非常尊敬的前辈，然后降落到我台，让我的同届变成平常的10倍，我觉得蛮幸运的。在那之前的话，讲动画又讲一些屁话。在那之前的话，就是前阵子人形化嘛，变成人模人样的，然后我觉得我信心有大增，然后性情有大变，这样子就是很敢乱讲话了。人形化让你变得更有自信。对，然后就敢凶观众，敢乱讲话这样。那也是蛮妙的。对啊，不信你问他们有一些就是被我骂得很开心，然后就那为什么你不画成人形，你就不讲这些话？我不知道可能我无法理解。我可以理解，就是有人想要被骚年骂倒，但我没办法理解人想要被一个箱子骂倒。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对，你知道吗？我之前是箱子的时候，还有人说什么想要，我那时候头上有一个蜡烛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想要把我那个蜡烛拿起来，把蜡滴在我的箱子上。我想说，哇 ，what the。哇，这已经超过福瑞控，这已经是恋物癖了。对啊，然后他现在有在看台，好哇哦。对。那你有感受到人形之后生活比较顺利吗？真的有，看台的人就明显变多了，真的有差。吧，真的有点难受了，箱子真的。蒙不起来，用不起来啦，我懂。没关系。对啊，真的坦白讲就是这样子。对，我变人之后，我就马上开了那个 R18 hashtag， 就给大家画，没关系。OK， 你这个真的很色谢谢。就不是就很多 VTuber 在那个委托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放一些自己的癖好进去嘛，这应该蛮正常的。确实。哇，这个我知道了，就是一头，对不对？电箱。你怎么知道？就他最想对箱子做奇奇怪怪的事。笑死！对，宝箱怪的精髓是把人吃下去，然后在里面用宝箱的舌头舔来舔去。哇哦！给你们发挥啊，我无所谓。OK。不是随便你们画你们画了被检举，那不是我的问题。不会被检举吧？推特应该还好啦。不会啦，我不会啦。我想说，看你还去检举他们，好狠哦。没，就算有我也不会承认，不要紧张。说最温柔的话，做最狠的事。对啊，但我现在有点不适应，因为我还是没有打从心里爱上自己的声音。但我感觉到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被这种有磁性的声音骂吗？我还在。怎么会不喜欢你的声音啊？我不理解，你的声音明明就是很好听啊。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的声音比较高，然后这个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在合唱团，然后那时候我是唱 soprano， 就是女高音的 part， 因为是小朋友嘛，但变声之后完全无法，然后那时候就很少唱歌这样子。哇，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好像有点离谱，好像有一点。但我发现我的声音就蛮要低下去可以蛮低的，所以好像有人很喜欢。
很像电台。可我觉得你不适合做，比如说霸总的行为，你不适合跟他说什么过来跪下。我太温驯了吧，对不对？哎，还是你try看。好啊，我想一下啊。你说过来坐吗？没有，过来跪下。哦，这么凶哦。好，其实我还蛮想试试看，我都没试过。来，随便抓一个人出来。绿茶，过来跪下。好烂哦，我觉得有点低一点。好，我觉得有点不自然那个情绪。假装在训练狗狗吗？我比较想要念那个很好的女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可是这个不凶啊，这不凶吗？好吧，有过来不行，好像好那个好朗读的感觉。我要入戏。对，你要入戏。什么叫确实瘦？什么意思？就是你听起来很像在，就是像小狗在假虎假威。不是啊，是这样吗？稍微啦。好，我是不懂啦，我是不懂 BL 啦，我不懂。哦，你不懂 BL， 那我可以让你超懂的。没有，我是假装不懂，先冷静。不是，你要干嘛？你要直接送肌肉猛男到我家这样子？是也没有啦，但是也没有那个预算。我觉得你应该跟很多人的组合会蛮有趣的。声音组合。哦，那你知道我还是宝箱的时候，有人画过我的辅图吗？又是你，又是伊藤绿茶，又是你，过来跪下。哎呦，不行，你真的有点像情绪不行，太瘦了。算了啦，我就是瘦啦，怎么样？在大家记好这句话。对，有肌肉猛男，我他妈才不送给你嘞！真的，好吧。非常像，你知道我喜欢带我去看了2场猛男秀，你有发文对不对？对啊，超喜欢，真的超喜欢，我还开直播嘞，我还开直播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是没有很有研究啦。你说猛男真的超大，就是他们真的超威猛的。你说威猛先生那样子？先生，好悲，烂死。还是我们来讲点唐突的。好啊。唐突到不行哦，简直是唐突语。没有啦，就是我其实有一点点恐同，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被性骚扰过，被男生性骚扰过。哇，那不行这是犯罪。没错，然后他就是从背后环抱我，然后还摸我的屁股这样子。哇塞！你当下怎么办？真的会害怕到动不了就是是真的，这是真的。在之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哇，我刚刚讲完，我现在其实有点那个背脊有点凉凉。对。哇，原来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蛮可怕的。哇，那你后来怎么跟他保持距离啊？是同班的还是怎样？他是猛料，真的大家听好。那个我高中的时候原本有在合唱团，然后是合唱团指导老师，猛吧？有没有这个料很猛？狼师啊！真的真。然后我就退团了。好。对，哇，那你很有勇气，你敢退团？还好啦。然后他后来好像有对学弟出手，然后好像就再更夸张一点，然后他就被告了。对。不行，老师这个职业太神圣了，大家真是不要跟胡搞瞎搞。真的。这么说也是对老师有那个，就是你对这个职业的神圣性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对老师超要求、超苛刻，就是我们才上，就是什么时候啊？前2天才刚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认为国小到高中的导师们都应该要教学不论，教学是本分，但是我觉得品德教育应该也要比大众还要来得再高一点。对，我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遇到很多烂老师这样子，就是我遇到很多的，我国小1年级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经历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凌晨，作业都写不完的那一种
超级强硬的那种，算资优班吗？这样，然后老师也是，就比如说你作业有多少没写，就是会打你手心扁你，然后再来往上再升，就遇到一个准备要退休的老师，然后他也是打得很凶，然后他会比如说我要帮其他老师准备的东西，他可能会说不可以啊，然后或是随便的骂，只要他想要他就骂人，然后又或是遇到一些主任是会站在你面前，然后用他的职权跟你施压，然后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说了算，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指导主任，然后或是被老师刻意当掉之类的，就反正我遇过很多真的很烂的老师们，听起来超老害欸。哦，就是但是有一些又很年轻，我刚好遇到的很极端，一部分是老到要退休，所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才刚上任，所以他对这份工作保有很大的热情，这样。OK。对啊，就我很常被老师威胁，我觉得超莫名其妙的，他们都挑软柿子捏。啊，像那个草莓大福一样那样。对啊！我如果是草莓大福就好了。不是软柿子跟草莓大福差在哪里？就是草莓大福比较好吃，比较可爱。那你可以现在开始当草莓大福，应该是没有问题。真的吗？我可以成为草莓大福？你的颜色其实就很草莓色啊。哦，对吧？讲到这个，你喜欢宝可梦吗？其实没什么研究，但我愿意喜欢。我有看到你不是很像那个？对不起，我忘记了名字。巧断酱，超可爱超可爱，他超可爱，超可爱。我愿意为了这个去多研究宝可梦。可以，你可以多看看，因为前阵子很流行，就是你像什么宝可梦挑战这样。那我觉得，我是在这之前我就有跟我朋友聊过这个话题，然后我朋友看一看，他就觉得我很像巧断酱，这样我想说，真的像，真的像吗？真的有点像。你有看到我有发，你有看到吗？你有发，我没看到。那更好，你现在可以猜。可是我认真讲，我对宝可梦没很熟。我想一下，是那个树吗？不是啊。顺便提示，那时候我还是箱子，所以你可以不要被颜色去对，你可以不要被颜色制约，你可能比较猜得到。猜猜看，什么宝箱怪哦？好像没有宝箱怪，有啦，但是那是比较后面的。看一下宝可梦箱子。其实我也不是很熟，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哪一代的。我来看一下。好，我看一下。是颜色是吗？绿色吗？没有，颜色不是绿色，所以是绿色哦。但是它有某个特征跟我的宝箱非常的像。某个特征？难不成它也是箱子？没有啦。观众一起猜，看谁先猜到。但是我真的是假粉我现在就可以跟他说是假粉。我也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长得可爱的东西。对，我完全没有研究。长得像你不行我觉得我就是猜不了。好，公布答案好了。大蛇背。我刚刚有想到其实我刚刚有想到，因为舌头很大，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大舌头啊。懂。我刚刚想到，猜错。对啦，因为以前本体是舌头，现在好像就不是。懂了，原来是这样子。现在大家都喜欢迫害我的脚，我发现。你的脚？你脚什么？就是我比较新的菲纳尔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尝试把我的脚拔下来，我是不太懂啦。你是本人吗？本人吗？对啊。就是你的人形吗？对啊。看一下，我去看你的菲娜。好糟糕大家。索财灵吗？我看一下。对啦，大叔没有啦，阿健没有。脚拔下来。对，索财灵其实也有像。脚拔下来，我没有看到脚拔下来的。我一开始也看不出来，那个其实看起来很像是某种脚上面的装饰，但是不是，那是钳子。
我们想用钳子把我的脚拔下来。哦，按到这边就行。靠，大舌头是第一世代最初的151只哦，就是比较元老级这样子吧。真的元老级，非常非常久了。现在有一大堆，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宝可梦机台的人。这样，他都已经机台要出新的机台了。啊，这样子哦。那个旧的那个卡是可以。旧的卡是可以，不行啊，旧卡就不行。商人的阴谋。没错，日本那边都已经换新的了。好可恶。没关系，我愿意为了这阴谋掏钱。好，这也是没办法。就30块，还行啦，还行。可是不可能打一局就结束吧？对啦，这样子说也对，但我就觉得还行，因为我真的打的没有很多，老实说，没时间啊。哎，对，确实应该是不可能。没有时间啊。这么说起来，其实好像大家童年会做的一些事情，我其实都没有做。比如说宝可梦我也没看，然后One Piece 我也没看，我也没有啊。终极系列我也没看，我也没有。哇，那你都做什么？我都写作业写到，好像是呢。或是我比较常看，好像是 Cartoon Network 这样，但我小时候看的电视也非常少，因为家里不让看。哎，跟我一样，然后也不能玩电脑这样子。没错，我家没有电脑。哦，那我们蛮类似的，真的，都蛮可悲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挺可悲。对，磕头，你知道，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资讯，但我觉得蛮好笑，跟你分享。好，就我的有一方家里是很虔诚的一贯道，这样啊，我好像有印象。真的哦，就是一贯道呢，是3餐饭前都要磕头的，然后跟就是新年除夕那一天要凌晨起来磕2000下的头，忏悔自己的罪孽，这样。没错，我就是从小就在磕头。那这样有训练到那个头骨的硬度吗？没有啦，不是那种把头就是一直撞地板那种。但是当时有垫子之类的。哇！对，道亲，哇靠，好恐怖哦！真的假的？有道亲是不是？就是我们彼此称对方都会是道亲这样啊。一叩再叩3个手，齐作一跪，明明上帝，什么妙法无边，10叩首这样。我因为还要当就是旁边的司仪这样，然后我就会念很多奇奇怪怪的，就是那算什么就是司仪的台词这样子吗？对，司仪的台词。这好特别哦。我想一下，我小时候都在干嘛？都在跟自己一个人玩大富翁。我也是最常自己玩，我超级常自己玩那种就是扮家家酒，我都自己玩扮家家酒，然后是去玩土，然后爬树，然后之类的东西。我不会爬树因为我们家的后院有树，这样。酷不？你自己一个人玩扮家家酒，你是一人分饰多角啊？对啊，一人分饰多角，就很多。因为我小时候有很多芭比娃娃，然后我就会，或是那种小乐高的人之类的，然后我就会上演一出可能什么公主保卫战啊，或者是什么8点档啊之类的。好想看哦，好想看那个精神分裂演8点档这样子。真的是精神分裂，我就会自己跟自己讲话，超恐怖的啦！我爸妈这样可以接受我这个行为，可是应该可以理解吧？我觉得，小朋友这样应该还算正常吗？
因为我也，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国小5、6年级的哦，不觉得挺恐怖的吗？所以就是你会跟自己对话这样子吗？就是没错你吃了没？吃了没啊？吃了。不是这种，就比如说、我模拟一下，我现在还有印象的，好像就是一群闺蜜，然后在扮演什么假面闺蜜那种，然后就是有2只漂亮的芭比娃娃，然后有一只，比如说拿水泼她，然后把她衣服就是扒掉，然后他们就尖叫之类的，差不多是这种剧情吧。我觉得有问题的完全就不是自己跟自己讲话，有问题的完全是剧情吧？哦，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对吧？对吧？你们小时候就是超级天马行空的啦。是因为有看8点档吗？不然哪会就是还想得到可以撕人家衣服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中二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太中二了，因为我也没有在看电视，就太中二了，就会想一些很激烈然后很狗血的这样子。对。等你看到他在说什么，你就知道自己对话不算什么了，真的。笑死！没有，他们不会打扰我，这种时候他们都不会打扰我。还是他们会怕？一个人，应该不会。我觉得他们，我觉得我爸妈没什么在关心我。哦，猛料。不知道他们关心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妈妈、爸爸，不能讲大部分，这样好像有点刻板。那就是一部分。对，一部分的爸爸妈妈可能只是会给你满满的物质、满满的爱，这样用物质表达爱，但他们就不是那种精神上表达。所以我在做什么事情，他大部分除了读书之外的事是不是很在乎的，读书跟品德之外的事情都不太在乎。对。我觉得一部分也是他们不一定有那个概念，就是也许他们成长的时候精神上也没有特别被满足到，他们不知道就是其实需要。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代一代去改变的事情。对，我们现在有机会成为更好的。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但是我先说，我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超级的觉得哇，可能做不到。这个本来就是很个人选择啊。真的。对啊，而且。人口好像越来越多也是不行的，所以就也没有一定要。我们就不如就不要了吧，对吧？对啊。那你喜欢小孩吗？我想想哦，我喜欢小孩吗？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看他乖不乖啊，就是因为有那种亲戚的小孩，然后就是非常的被宠坏的那种，就会没办法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对，没错。会。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被教的人模人样所以很可爱的也是有，对。但很可恶的是绝大部分。很可恶的就很可恶，对。没错。你又不能揍他，你就也不能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对可恶小孩的容忍程度蛮高的。真的假的？果然是好欺负吗？意外的，其实也不算，我就是很喜欢小孩。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对，很多人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意外。我是会跟那一些就是不论是可能乖不乖巧，或是屁不屁，或是吵不吵的小孩，我都蛮喜欢跟他们聊天的。就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最纯粹的年纪，你知道吗？我觉得比较好。对，我就对于这种新生命，是一直都觉得还蛮可贵的。然后大概的，我觉得也有大概投射，就是觉得如果可能他家里不要这样子对待他，他说不定现在就不会长这样。懂，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叫同情吗？我不知道。同理应该比较像同理吧。稍微可能这样子，可能有。真的因为我以前有就是反正我就是穷鬼，所以以前有尝试当过家教老师这样子，然后那真的会有个感觉，就是因为会遇到有那种教得很好、非常有礼貌的学生，然后也会有那种很明显是被教坏的学生，但是就是实际跟他相处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被教坏的，其实他本性就真的不坏，他就只是被教坏。对，真的就有一些小孩会这样这个真的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事情。没错。然后就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是他可能他就是真的可能也没有什么坏心思，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新生命这样。可我这就是理想乡啊！老实说，我都觉得我有时候这些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理想化，因为如果今天他真的很吵，我也会觉得他很吵，这样。然后或是如果今天我被他弄到的话，我一定会超不爽。但就是我大部分时间好像都蛮幸运的，没有真的被特别弄到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对于其他不能接受的人来说，我也完全理解，因为我就是理想乡这样。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大部分会跑出来成为创作者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些理想化的想法吧，会有点理想主义，这是一定的。我以为你要说的是，大部分的创作者会出来创作，都是因为喜欢小孩吗？不是，家庭痛苦，家庭带来太大痛苦，所以特别可以理解。我是觉得我家庭上还好，但是对，应该是要有一些痛苦才会那个把痛苦化为笔墨这样子。靠！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弄我歌词回力标，我现在都会被回力标打到。不是，我是真的很喜欢，真的。谢谢。对，谢谢。真的啦。我要哭了。如果观众超爱用歌词回力标我，但这也代表一件事，我说的都是真话啊。代表他们听得很熟啊。你很乐观。本来就是吧，他们就是喜欢才会听得很熟，然后才会，就是我觉得我刚刚会想要这样讲的同时，就也是因为真的很喜欢那个歌词，然后顺便就是跟你说，哈哈，我记得哦，这样子。OK， 对吧？有喜欢，谢谢。真。为什么有人说聊 BL 吗？我有一个事情想跟你说。来，就是我可以去下厕所吗？去。不好意思，我速速回来。没事。好，你慢慢来。我在等待的时候呢，我想想看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尽量问。那个。我感觉这边的观众应该很多都是平常是希尔的观众，对不对？嗨，你们好啊！嗨，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对希尔印象深刻的。刚刚好像有人有问到，等一下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啊！问到我是不是受到希尔的启发才来当 VTuber 的吗？差不多，对，那个。我其实一开始会认识希尔是从他办 OVC 开始的，然后就是我觉得 OVC 这个活动超酷，然后因为因为这样才注意到，就是他也是一个音乐的创作者，然后就他 OVC 也有那个 reaction， 然后就会看看大家的作品，我就觉得啊，好帅哦，这个前辈怎么这么帅？对，然后就你怎么在看 ？Hello， 你好啊，我讲真的。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的那个 V 生想要做的事情清单里面才出现了这个办 OVC 这件事情。对啊，因为这样子我才也想要做看这样子的活动。对啊，真的吗？这个希尔是假的吗？我要编他吗？不是，他很明显有蓝蓝的扳手，不要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什么意思？这个希尔600什么意思啊？编600吗？我真的不敢，得罪不起，真的。好，对，那就是大家如果因为那个希尔也办过了5届的 OVC 嘛，然后目前是那个看起来真的会累死，所以目前应该是没有。那大家如果有想玩的话，我偷宣传，趁来宾不在的时候偷宣传一下自己的东西。大家想要的话可以，想要玩 OVC 的话也可以来我这边玩啊。对，那大家点开我频道，就是应该蛮容易可以找到的，然后就该有的参与资讯那些都有，所以欢迎大家来玩。好，什么那个名字是自己打的？真的吗？名字可以自己打扳手出来吗？这么厉害？哦，Hello，嗨。我好像听不到声音。你刚刚是有 mute 掉麦吗？没有，我的耳机我戴的时候，因为我要顾一下那个耳罩，所以我还没讲话。懂。
呀，因为我耳朵有大东东。哦，好酷哦！呀，我打工业环啦。啊，好痛！哦，超痛！工业环是环里面，我觉得是我环里面最痛的。嗯，其实我没打过，但是有朋友就是有跟我分享过，那应该是最痛的。嗯哼，真的耶，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其实有打2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梅丁，然后另外一个是美式工业环这样子。梅丁，我其实原本还要再打，我觉得梅丁是最不痛的耶。真的？因为那边肉很多啊。肉很多吗？就是它就是把眉毛捏起来，然后刺进去，然后咵就好了。啊，好像可以想象哎。对对对，然后工业环痛是因为它要从肉穿到软骨，再穿出肉，然后再穿到耳朵的另外一边的肉，软骨肉，所以等于说它要分2段穿过来。穿完之后，因为它是用粗的管子去穿，然后穿完之后再从粗管里面塞进细管之后拔出来转起来，干超痛！我痛到我整个脸色发白。哇，听起来是真的很痛哎，真的超恐怖的。哇，有人观众说你有鼻环哎，真的假的？没有，我觉得那很像牛。因为我这有个朋友也是，我有个朋友有打过鼻中隔，对。哦。好像说鼻中隔比较痛，是不是？比那个那叫什么鼻翼吗？比鼻翼痛。鼻中隔不会比较痛，可是我觉得打鼻中隔，因为鼻中隔它一直补打，有一些穿环的地方会一直长出来，然后它会越来越长出来之后不见。鼻中隔就是属于这个类型啊，就是你现在打完之后，你以后要花时间再去打，重打，就是要一直稳定的去痛这样子。对啊。哦，4大倍是真的假的啊？没有啦，靠背啊！我已经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信任了。对，我外套脱下来，我边上全部都是妈祖的那个。其实后面我就说惹不起吧，蛮帅的。哎，确实。对啊，妈祖不错啊。半价。啊，其实我一直有想刺，但是我怕痛，所以一直没刺。这样子。我跟你说，超痛，真的痛到炸开。真假？可是我不知道部位会不会也有差。有，因为我是手指啊，听起来很痛超痛，听起来超级痛，跟你拿刀割一模一样的感觉，而且一直割一直割一直割这样。你手指是有被刀割过？哦，就是之前有不小心，我就觉得很痛啊，超痛，而且它是一直割，然后就是痛到我很少痛到冒冷汗，但反正我就是突然冒冷汗，超恐怖的。哦，好。身为天使，背上有对翅膀很合理。没错。啊，是真的有刺翅膀是吗？没有啦。但是不是没想过，我觉得真蛮酷的。很酷超酷我的那个中2环也觉得就是真的很酷，对。那我要跟你讲，我的手指真的也超中2的。就是我其实是很临时跟很突然决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家里不让这样哦。对，我的环也都是先斩后奏，然后他们就很不爽了，但也没办法啦。大家以为我都弄啦，这一定要这一定是要先斩后奏的，没错。对，不然他们不会接受。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就问了，但是因为我们家里开始有些变动。然后他们开始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就有跟他提，我就主动报备，然后他们就可以接受，然后我就弄在手上这样。然后我弄的是一个有点像星星大爆炸的图，这样。然后我的当时给的理念是我希望它可以就是有点像是我可以勇气大爆发，然后这也是我如果放在我的手指上，我还可以用拳头把我的勇气爆发过给别人，超帅，超帅，很帅，没错，很帅，有被帅到，没错，但是他换来了一个，就是我以后的就是露手台，我都尽量不露出手指啊，对，哦，对对对，对，不累棒，好帅哦！哇，我还是很犹豫，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总有一天会去吃，但我还是不知道要吃什么。那我觉得就不要
对啊，就是真的有决定，有真的啊，就这个的时候才会去啊。对对，没错啊。好酷哦。酷不？对呀，我想想啊，我还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意思？吃完回来不止老板，连观众都头痛了。哇，这个我真的可以讲一下，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的当时决定的很突然嘛，这样子，然后，我有想过，就是怎么办，就是不能真的露手之后怎么办，这样。然后我的解决办法是先试试看好了，试完之后看它。因为它一定会掉色，看它会不会很淡。因为我原本就预期我希望它超淡，结果我发现它好像没有很淡然后我也是事后才跟杰哥我是以分享心态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我是傻逼，因为就是我没有可能想到这一个层面，就是关于露手台。但我觉得这个算好解决啦，就是把手指遮起来就好了。然后美甲，因为我也很喜欢给大家看我的指甲，因为我都会贴甲片这样子，然后没关系，也有解决办法，我都是处理好的这样子。啊呀，对啊，听起来问题其实也不大，因为很多 VTuber 开那个需要用到手的台的时候就会戴手套。虽然我不知道美甲怎么戴手套，但是听起来你会有办法，所以没关系。就是戴半指的啦，戴半指手套，反正把这些地方都遮起来就好了。那也还好啦。啊，我觉得还行啦，哈哈。应该没有后悔吧？没有后悔，没有后悔，那就不是问题啊。这件事情没有后悔，但是不知道就好了，下次先跟杰哥讨论一下。真的假的？下次还要吃？大家听到？我应该不会的，我其实只希望就是有这个就好了。就对我来说，除非我真的遇到非常适合我的图，我就会想，但是还好。OK。那你觉得有刺青的肌肉猛男怎么样呢？很加分啊，绝对是加分的啊！真的吗？绝对是加分啊！绝对是加分的。他只要长得很猛男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没什么问题。真假的？他想干嘛就干嘛。真的假的？他想要叫女人跪下就下跪。啊，听得出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对。啊，那如果他长得是肌肉猛男，但他是抖 M 呢？那更好了。真的假的？你喜欢？我有一个。你喜欢当 S 哦？这可以问吗？虽然我一直在问。没事，找来宾就是要互相迫害啊。确实啊，但我都喜欢在就是不是我开台的地方分享一些比较那个猛料的哈。对，比较猛料的。懂，我也是。好，那我可以分享。你知道什么是四爱吗？你说的是4个人的4吗？确实是4个人的4，但意思不一样。四爱是有其他的意思。我不知道就是第4爱的意思是女攻男受啊。对，我说的女攻男受不是指地位上，而是指就是体位上。啊，这个懂。哦，这个叫4爱哦。对，这个叫做第4爱。怎么样？你喜欢？我蛮喜欢的。哦，这个比较有趣啦。没事啊，只要对方也 OK 就 OK 啊。我觉得这个题材现在其实蛮常见的，应该也不是什么很常见哦。我会认识这个是因为我刚好在看漫画，看一看，然后就突然发现有题材，我就觉得这题材非常棒，就有种一世成主顾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比较。但我先说，我是喜欢这个题材，但我并没有尝试过来啊。对啊，那也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看漫画喜欢某种 play， 直接这样讲的话，你不一定会想要在现实中尝试。但我是如果有机会，那你就找到对的人就行了。哈哈。所以如果有肌肉猛男愿意敞开他的大门，然后不要再用我的歌了，我真的是要晕倒。
反正就是，如果有那个很帅的肌肉猛男愿意的话，你就 OK 这样子。感觉这可以耶，真好。哇靠，连歌词都在 pegging， 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写歌的时候有想到这些是吗？没有啦，是我的那个新歌啦，就是我有一个跟观众一起写的《那晚我学》那首歌，刚刚才听。哈，因为点进我频道，对，笑死！非常棒的主题曲，好神。有吗？还好吧。我觉得我今天莫名其妙学到了很特别的知识，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叫四爱，但为什么叫四爱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理解。好，没关系，学会了，学了没有什么。那再教你一个，就是我通常觉得讲屁眼好像有点太不好听，这样，所以我都会说它是赤背。为什么？那是就是肉的名称。因为唐吉诃德有卖一个东西叫做赤背菊焖，然后它是用来就是让你的就是那个地方可以非常的。就是变成磁血化，它的用词是这个，太直接了吧？没错，我就突然觉得赤背。等一下，唐吉诃德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呀？就阿斯巴去，他现在有超多超酷的。真的假的？我这样以后怎么面对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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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脑中就会那个一张一合的。喂，烧起来了！我观众好棒，你们真的好棒！你看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写得好好。我从来不知道聊天室可以这么露骨，好新鲜。就是我都会用赤背来代称，我觉得赤背蛮漂亮，用来解释蛮好的。如果不知道意思的话，看起来也是真的非常美丽的2个字呢。你说非常可口，我靠！对啊。自从在希尔台听到之后，觉得每个人一定要脑袋新爆。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习惯了啦，就是。就也还好，就是学到新东西这样子。没错，你就抱持着学习态度，所以哪天用得上，那再想想。那再想想。没有啊，那我也来爆猛料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应该可以吧？没有，就是火嫂也是有想对我出手，但是还没。但你觉得他是真的有一天逮到机会就会对你出手，还是？没有啦，我们都是会先讲好啦，就是，对啊，我就说好奇的是他的认真程度，好像也还好，就是不会一直提，是这样子，可能就是会觉得有机会的话，务必试试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普遍，我不知道就是都会觉得试试看何妨吧，就是应该是，但我觉得就怕在这个太未知了。你说的未知，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对啊，你就发现那痔疮都爆掉，然后就出血这样子。这个都还好，我觉得这个都超还好。如果你试了之后一试成主顾就会回不去这样子吗？对，我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太可怕了。哇，就没办法玩以前的玩法这样子。但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你要去做一些很 daring， 就是很我发现我变成人之后，好喜欢故意唠英文哦。唠英文，笑死。就是你会想要做一些很大胆的改变的时候，通常也都会伴随着回不去原本的认知的这个风险。就对啊，懂，完全可以。一定。但就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我不是讲那方面，我是讲比较 general 干又唠英文，就是比较 general， 对，就是各种领域上好像都会觉得不试一下蛮可惜的，不然就试试看好了。确实。赤背是单向道，请避免日常通勤。不好说。对啊，单向你还要说哪一边呢？不是。哇，你好像很迫不及待。没有，跟乱讲。他现在在上班，我不知道他应该是没办法偷看，但他如果补档我就死定了。好棒哦，可以，我
在这边大胆的告诉火嫂，那个唐吉诃德有卖这个东西，赤背菊们，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好，我以后要想办法再也不要踏入唐吉诃德。天哪！人生嘛，总是要尝试新事物，没有错。这是谐音吗？尝试新事物。尝试新事物，救命没有错，你 get 到我了耶！救命哦！好，天哪！我没有想，没有，其实我有想到，那个话题有可能会发展成这种事态。真假的？为什么？不知道哎，就我觉得你应该什么都愿意聊，如果你想到，你就会讲，对，确实，因为我的频道比较多男同性恋啊，有听说，都是男同。现在在我的这个聊天室一看就是我的观众的都是男同啊，原来如此。那希望大家都能那个得偿所愿。得偿。天哪，好喜欢，谢谢，太棒了！这我苦练的妙语如珠啊！哦，你说妙语如珠吗？救命哦！哇，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 happy 的聊这个男同性恋话题。哇，你今天直接治好了我的恐同，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假的，我随便讲。对啊，假的。不要再抖内我了，我求求大家，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金钱过。对啊，我刚刚看你那个下播前又惨遭抖内，我惨遭荼毒，不要再互相伤害了，真的。那你等一下真的要开到明天早上啊？没有啦，就是剩下的补一补啊。好可怜哦。剩下的补一补，我等等可能去吃个饭，大概9点15分才继续开吧。对，不然那个猝死就没得开了，所以。对啊，真的。我就觉得不用这么硬啦，还好。我原本想着不吃饭，但后来想想不行，我已经答应我自己要好好过我的生活了，我就不会再迫害我自己。哎呦，我觉得这个对创作者蛮重要的耶。我不知道，可能我有时候有点工作狂，所以我特别需要提醒自己。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是自毁倾向，就是我自己会有一种觉得，我今天如果我都比别人烂这么多了，那我不比别人更努力，更往死里面努力的话，我不知道我剩什么，我会有这个心态。真的会耶，对吧？会。然后我是自从跟杰哥工作之后，我才慢慢的发现，我好像不需要这样。就是我即便犯的错，都不会就是真的毁掉我什么。你是说就算失言了，就是开道歉直播就没事了吗？没错，我开道歉直播，然后或是道歉发文，然后我人要站在旁边露出我的 body， 然后我要就是摇摇晃晃的、扭扭捏捏的这样道歉，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对吧？好，下次我有机会也试试看。不是，喂，笑死！对啊，我其实也蛮喜欢。真的，你说。我想要推荐你一本书，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真的受用。哦，好诶。它叫做《如何写一首歌》，好酷。它是启明出版社出版的，然后我觉得它对于重新建立你自己的那个思维很重要，就是他虽然是写如何写一首歌，他确实里面有实操，但是我觉得他最重点的地方是带你去厘清，就是一个前辈的身份，告诉你，不管你多烂，不管你多不会，他遇过的那一些困境，他都遇完了，然后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没那么严重，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真的是有些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找一下哦，他有讲到，就是他有一段就是认真即可，不用拼命这件事情，他觉得很重要。你找一下哪一段？
啊，就算迟到6小时，什么意思？他在胡乱。啊，你也不知道，好，那没事啊。好，我找到了。他说，如果只有承受深重的磨难，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那么我想，其实应该会有更多到不行的伟大作品才对。我很遗憾这么说，我也认为罕见有人被受打击、衰弱至极，还能够有余力得以进行创作，更不要说有如此之多艺术作品，并非是由那些因为病痛产生悲痛欲绝而离世的艺术家所完成。对我自己与大多数我认识的作曲作家来说，写歌确实是一项苦活。尽管如此，但我并不认为苦活就需要成天拼死拼活，两者有差异。工作全力以赴是一项高尚的追求，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确实。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真的有经历过超级大 trauma 的人，但是我也还是写歌。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但一部分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因为跟杰哥合作之后，对，就比较不会自我毁灭了。的确。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挑食的，但是好，有机会找那本书来看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先原谅自己，会比较有用。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开始做错什么事，我都要 don't care。对，我端大便出来，你们就是吃下去这样子。我以前很讨厌这件事情，我得说。所以你现在会？我现在可以，我现在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过程，所以别人发表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作品，我觉得都是过程啊，有感觉。我最近也是在做类似的调试，对，就是这真的没办法，所有东西都做到完美，就是要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对啦，原谅自己啦，真的。我以前会指着别人说：“你为什么要做大便出来？你为什么要端一坨屎出来给别人吃？”我真的超不爽。但我不爽建立在不是说他做这么难听还发，是他明明有能力做得更好，但他选择把它做成难听的样子，我就会觉得超级不爽。而且我还不是因为觉得风格不好听，是他可能这个东西没有对拍，或是没有，就是很基本的东西没做好，我觉得超级生气。然后后来发现可能有些人不那么在意吧，我就也不需要特别的去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但是如果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我还是会指着他说：“你为什么要做屎给别人吃？”我觉得这难免啊，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啊，就是对啊，就你会觉得你这么好的人，你怎么你为什么？对啊，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有时候也会挺焦虑的。你是说别人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你会替别人感到焦虑？对啊，我会替他感到焦急，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哇，这个好内耗哦。有一点，稍微，但现在还行。现在就是讲完他不听，那就算了。对，我觉得这个课题也是心态上。当然不是嘴上说那么容易，但是对啊，对，慢慢来。对，其实心态要改变，好像都比想象中困难，是真的。有趣耶，有趣，非常有趣。人有太多可以挖的地方了，挖不完。鼻孔嘛，耳朵嘛，然后OK，赤杯吗？拦不住哎，拦不住哦，拦不住哎！天哪，这车速堪比音速啊！所以那个肌肉猛男的部分啊，就是发型没有限制这样子。发型没限制，当然平头也可以，长发不差哦，光头可能也很棒。我只要适合他就好，发型只要适合他就好。光头跟寸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像？都喜欢啊，真的哦，真的都喜欢。我是没有研究啦，我就随便问。我的喜好，如果真的要讲喜好，我喜欢长得像外星人的人。
什么意思？长得很怪，我喜欢长得超怪的人。大家觉得不好看的，我有时候就觉得蛮好看的。好像可以理解，他就是很特别。我喜欢，对，我喜欢特别的人。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长又赢，长又赢，没有吧？至少在希尔这边是不一定。我喜欢要么没有头发，要么头发超长。确实，他说也对。略懂。我有时候不一定是在绝对不是在选猛男方面，但是就是会喜欢极端，对。就是完全没有，或是非常有这样子。对，就是有点像穿搭啦。对。对，要么就是我知道希尔喜欢，要么就是不穿，要么就是穿那个全身盔甲这样。差不多，你说对，你说我是乱讲的，真的假的啦？我觉得是要么素到底，要么是叮叮当当多到炸开。懂。有人问地中海，地中海是啥小？那是蛮极端的，这太极端了。好笑。这个如果真的很帅呢？我知道，选一个，就是他的整个肌肉线条跟脸都超完美，然后还有一个地中海发型，或是就是非常普的普男，像我这样。他地中海，他是喜欢地中海，他不想改是不是？他可能长不出来，然后他也不想剃光。那我选地中海吧。真的假的？你可以为了那个肌肉跟脸？没错，肌肉真的很不得了，不得了啊！你地中海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日本中间一坨的发型啊！对，那好像还行哎。好啦，有机会再一起研究猛男啦。虽然我也没有特别想研究，但偶尔聊一聊也是蛮有意思的。没错。所以你喜欢会流汗的猛男，还是清爽，就是干干净净？都可以耶。其实我对于这就是关于汗腺发不发达这些，我都觉得还好，因为这就是个人体质，我完全都 OK。所以如果他跟你就是肢体接触，然后整个是爆手汗，你也 OK？我 OK 啊，这个他不能改变吧？对这种东西就没关系。我是真的比较重视内在，虽然我一直讲外在条件，但我真的比较重视内在。你喜欢内在怎么样的？你说的内在是那个赤背里面，还是好道可道非常道，到底在讲什么？感你在意有所指到底是谁比较 gay？ 没有，我只喜欢乱讲话。我是钢铁直男，直到跑去穿女装这样子。OK， 好，我想想哦。你说，三观吧，三观。这倒是对，我超级在意三观，因为我完全不能接受跟三观跟我不一样的人相处。那好像是，就对啊，三观不合的话，外在再怎么样的那个都没办法。对，一有手指认讲，哇，吃肥的寸头石油王，还是肌肉满满的地中海乞丐呢？这个不用选吧，我多犹豫1秒，就是对我宝贝的吃肥寸头石油王的不尊重。好，我想也是。大家很会提问题耶，2天刷1次牙呢？那我可以接受啊。那3天？可以啊，1个礼拜不刷我应该也还好。然后就是都有牙结石这样子。你说牙结石可能会伤到我？结石累累这样就是。对。好饿哦，那不行。不然迫害一下还是那个。想想你们不要在这边讲一些屁话。最后剩4分钟就是要讲屁话等一下，屁话也是双关吗？应该不是了吧？不是呀，好，吓死我了。双关的吧？对呀，我想想那你喜欢，
染发的呢？ OK 啊，好像外在好像其实都还行哦。我觉得外在都是附加条件，就是老实说的话，我真的丝毫不在乎别人长怎样。确实啊，那不会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是整天在第一台看不同的 VTuber， 但是健壮的肌肉男呢？为什么不行？我可以耶，我蛮 OK 的。还是在低到就是没空理你说，等一下啦，宝贝，我在第一台。我会打死他，这个好不行。但是你要打得过哎。可以啦。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我好像有点难想象，如果另外一半很喜欢 VTuber 会是什么样子。我也觉得其实蛮难想象的。好难想象哦。那如果是那个每到满月的时候就会变成狼人的肌肉猛男呢？那很棒啊！真假的？那蛮棒的啊。那如果是每到满月就变成一只小型吉娃娃，那也蛮可爱的啊。但他就是完全失能，你要帮他把屎把尿。就一天而已，也还好吧。好啦，那也还好。对啊，而且我还可以遛他，也蛮好笑的。哇，好刺激！很刺激，很刺激啊！那你知道不用变成吉娃娃也可以遛？我操！城市人真会玩，我还没想这么多呢，兄弟，来玩啦！提供给你啊，有机会再去试试看。不客气，不客气。谢喽。耶！我想想还有什么？那如果是每到满月的晚上就会变成吸血鬼呢？那你说会吸我的血还是吸我的钱？吸你的血。那也行。感觉很痛还好啦，就抽血啊。没有啊，不是都从脖子吗？那也算抽血吧。那如果他从鼻中隔？那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智障。真的问他，妈吸血鬼都傻逼吗？好好笑！天哪！我知道了，最终极的就是每次煮火锅的时候都在里面放芋头。这个我不可能在一起。这是三观上的问题。对，这是三观问题。好，这是原则问题，原则我还是有底线的。好，这个真的没办法。没错。再帅都不行啊！那如果是石油啊？外表俊美哦。你犹豫嘞？什么？他是外表俊美，然后就是身形健壮的肌肉男石油王。然后他每次煮火锅都会加芋头。我觉得那我可以就是换一锅就好了。所以应该还行。大家就说不行，女人你就是要跟我吃同一锅。那我就会把他的遗产骗走，伸进他的屁眼里干。真会玩。没有啦，不行。但是我真的要求我都要跟他吃同一锅，然后他还硬要煮芋头煮到烂掉，我真的是完全不能接受。那其实是蛮机车的。他没有在尊重我，但他没有在尊重我的喜好。OK， 是也不用认真回答，但是说的有道理。没有，我要认真回答，我是认真磨人。好，太棒了，太棒了！我就喜欢在那种不重要的问题上认真纠结。没错，这就是没错，太棒了。好，那我们刚好，我们超时了，我们现在31分了，是不是？再不让你吃饭，你就会差不多的。对，太棒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还是逃不开屁眼，那就这样咯。你未来的频道就有新的话题可以聊了。没关系啦，没关系。很棒。对，你等一下回去开早安台了，那你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除了早安台之外？那可以让我讲一下早安台好了。就我等等9点15分会再继续开早安台，请大家来救救我，谢谢。晚上9点15分的早安台，请大家记得要去哦。好，去的话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可以不要说早安2个字，希尔会比较开心。你试试看，我以后说联动我不会接，你说联动就拒绝。要这样试试？没有，不敢，那个尊敬的前辈。好，
啊，谢谢大家今天来，然后谢谢希尔今天来降落，以及跟我分享那个一些很酷的玩法跟特别的学术知识。好，好，那我们就恭送希尔大人去吃饭吧。好诶，感谢你的邀请，大家拜拜，晚点见，拜拜，晚点记得去看啊，不然他下不了播，很可怜。真的，拜拜。